关。但是伊毋是甲你当做人咧来处理，伊当做钱伊咧来处理啊。你互伊死，你袂当我阿毋捌知。真正是安尼哦，你甲看伊的残留，你甲看伊土气哦。毋过迄阵当中咧，就是讲，哦，我伫即个缅甸的即个 KK 园区，即个世界是我的，我已经非常万年前啊，什么人我都啊。毋过呢，伊真已经在苦，在苦什么物件？因为阿用已经出手，把即阵人拢掠对伫迄个中国大陆咧生活。你甲看到明真真伫迄个贵家、名家，因即阵人掠去伫遐个时阵，迄叫做水土伤情。伊若去有知影有今仔日的报应，知影有今仔日的结果。迄个明真真，迄嘛还袂几岁呢？迄祖囝仔打30、40岁祖囝尔，要伫咧生活出来是死刑呢。迄是袂当，迄个是袂当我办呢。但是若讲找资金就无必当初。所以你今仔日咱一定来了解，人世俗的人甲你讲，人可能做较善的人吼，做较善的，啊较有哪，较有保障啦，敢是？所以咧今仔日因为。人讲菜汤食菜，后壁句话咱讲菜汤死对啦吼。啊，所以咱今日离修办到，咱是培养咱的心情。这个肉体无啥物人咧培养，毋是咧培养这个肉体，是咧培养迄个心情。后起来重要是迄个心情，迄个心情后起来倒去就是叫做啦，你要去轮回，啊要得解脱，啊迄两个部分尔啦。啊轮回内底，咱过去常咧讲的。有天道，有人道，有阿修罗道，有魔鬼道，有足修道地狱道，有这六道啦，这六条路咧行。当然，这六条路，边啊顶悬的3条路是较好行啦。天道就天神嘛，人道就人嘛，阿修罗道，就咱讲的讲，较天神斗法即个阿修罗道嘛，哦，脾气个性无好的阿修罗道嘛，吼。啊，所以呢，因为这是阿弥陀道的三界道，毋管是三恶道咧。3条路落去，就是落轨道、足成道、地狱道。哦，所以咱今日毋是要讲这，那今日小走其实落，迄是一个足悲惨的物件。毋过咱今日离修办道、修菩萨道嘛，毋是要行这六道的工课，咱是要行四圣地工课。四圣地就讲叫做阿罗汉，辟支佛等于圆觉菩萨，就是来菩萨来叫佛。咱要行这4条路线，今日咱忍耐爱。吼，这辛苦，啊，这用心，啊，无咱在度，吼，这辛苦，这用心，敢是安尼？迄是咧培养着你的心情，啊，培养着你心情，咱培养你知影无？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咱有一个叫做菩提，对不对？啊，菩提叫做哪？菩提离佛教上来讲叫做自性，自性啦。啊，菩提若离佛教上来讲叫做觉，觉无觉，觉若依着西印度佛，哦，佛有如觉了，叫做觉。毋过呢，你有证一个菩提种子落去啊，菩提种子落啊。毋过这个菩提种子落会发芽咩？当然，这个菩提种子伊若掉落就是迄个因缘已经有深进入这个土壤的内底。但是土壤内底当中，因为这个种子已经发芽，敢是安尼？发芽就生长，生长就大丛，啊大丛就哪？就结菩提果，对不对？所以叫菩提果，有一种叫做菩提果，有一种叫做菩提地果。菩提果来讲，你有一个属性；菩提地果来讲，你菩提所造出迄个叫做地果。各位，咱今日袂当进阿弥陀佛330提心，就是因为你这个菩提地果无产生作用。是安无产生作用？你叫砍掉咧，你走去识知识，因为地位甲知识是同一个物件。所以咱未来到这个世间，受到啥叫比触到这个人物的力量，你的自信、你的地位产生功能产生袂出来。你怎产生对咱的知识？啊，知识是爱啥物件？知识是爱快乐啦，爱享受啦，爱享乐啦，爱嫖赌瘾啦，爱来找一寡伊爱找物件啦。哦，我常咧讲，进石头较济，选择较济。讲白话是石头较济，透讲选择较济。啊，石头是众生嘛吼，啊选择咧叫做菩萨嘛吼。啊，这外口所毁的物件，拢有啥物人用？你知影无？拢有众生，拢有众生用的物件啦。我来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啦。
我去当去静话这点袂来啦，吼，等者会来啦。我去静会遐啦，因为人拢讲咧讲少食补，少食补啦。啊，其实我较当咧少食补，少食补，到大食补，我唔到大食补，我哪是食？啊，小吃部的都可能啊，开年低调内底啦，吼，开年倒个所在啦，迄可能有那一个小姐咧陪，我那一个艺人小姐咧陪，迄我唔知影啦，我同我记对不对吼？啊，所以伊咧讲咧，结果就少食补，少食补。啊，毋过我问伊，人家笑安尼啦。但是，迄个我即摆讲，迄个所在是啥物人咧去？迄个所在是众生咧去，因为众生兴趣。哦，即外口所开的即个红绿灯啦，吼，即个毋是菩萨咧行所在，拢是众生的兴趣。一年几万块、几十万年咧开电话机，伊袂感觉疼，但是因为伊的兴趣，但是迄个兴趣对伊的生存有帮忙无？我甲你讲，迄个兴趣是一时的兴趣，对自身无帮忙。人讲倾家荡产，一寡来当中，人讲呐，我三代了结，安那一代才开空调。好，毋过呢，真正的再买一个真正有智慧的，迄款的场所，迄款红绿灯的场所，它离可不一样。因为迄种伊学哩袂合，迄个机袂合。比如讲，今日迄民用灯的环境，你讲客人要请我入去啊，吼，因为遐笑，因为遐咧笑。付钱呢？后日我人要来我接收啦，好唔好？我阿弥陀佛，带恁去咯，讲要接我走去。我去啊，遐有看见，我付钱拢来行这个场所，伊甲我招去，付钱拢行这个场所，对不对吼？我看到，因为去啊，拄着看到，我动心水来说，所以千感谢。我是安怎迄个场所对我来讲起来无什么兴趣。你若学，今日去遐有一个发挥，有一个道场，有一个开班，你要叫我去，我当然半年我嘛走，敢是安尼？小鸟回是今日迄个讲课位班吼，蔡经理伊一年就较安排咧，不过就袂使咧，我毋使办公一个对不对吼？无我嘛对拜四、拜五、拜六、礼拜，这3、4日吼，空着嘛足济啦，所以今日。圣人、善人咧行场所，甲众生咧行场所，绝对无相像。但是我怎袂通讲，就是讲你今日行的场所，就是属于圣人咧行场所。你今日去拿法律，你要叫人一大只用心苦，你要叫他坐2点钟，人听到请到要听道理心就听，参详爱我的命。敢是安尼？你要叫人只坐2点钟，伊敢遐等难坐？伊讲我甘愿来个天地头来我老其实我无要紧，我要来一大车有困难的，事实是这个，因为伊无智慧人听这个，伊一个就是知识，知识当中，因为伊听这袂合，绝对袂合。因为知识的物件，就是爱听迄奇奇怪怪的物件。有一届，我2台游览车，我去花莲，离游览车顶因为当时泰国的倒来，马来的倒来，新加坡的倒来，马来香港的倒来，大家讲都女性这6月，6月了要去花莲听听，我就把迄游览车才发财小姐，我今日是上道歉的，拢食菜呢，恁听讲话无讲咧，讲迄个无合，伊讲对，我知影，认真啊道歉，你来甲我交代一下对。伊讲阮较早若这老人话老人你若要讲一寡你爱听讲因啦讲无要帮你干休啦，讲你爱听，我毋知，伊无讲我听，我毋知，爱要听哪话？这就是甲你讲，因为众生甲菩萨，因为伊的思维，伊听夹的物件当中无相像，迄叫做伊爱听迄个物件，叫做心性无清净。毋过咱听法语叫做心性清净，你的心一直咧洗，一直透过法一直咧洗到你心的欢喜叫做欢喜。因为众生当中的因咧叫做欢喜你听无？欢喜甲欢喜是无相像，欢喜就是讲，我看到我的意识感受到了，我足欢喜，迄袂开讲。因为咱啉这酒啦，欢喜无？让人笑到欢喜无？好。不等者大家拢用菜回来，
透过慢慢叫，咱有还有无？大家等到就四点钟后尾人来去啊。毋过呢，迄个飞机一点了嘛，去走去，有免习惯。所以今日咱培养起来的方向，要安怎走出这片天出来？是你家己思维足重要哦，你家己的思维足重要，毋是人有法度甲你做。你若家己要去行迄个场所，你若家己的设计设计爱迄个场所，什么人嘛无法度你哦。但是你若家己坚持，会当转识心智，会当有约道行，培养你家己的心性。其实，这个物件是你家己所得，所以一句话咧讲咱啊，自作自受，家己自作自受哦，这是安尼哦。不可因为我甲你报，咱哪开始一个设计设计的人，哪开始要电话听得足辛苦，我无骗你。但是听到后，伊真正听了后，伊听足欢喜。我是摆做一简单的比喻，太阳，伊太阳光射落，乌云若高啦吼，咱这大地一定乌啊，敢是安尼？一定乌啊，阴阴啊啦吼，今仔日落雨啊，乌阴，是啥物原因？毋是乌云，毋是日光照无去哦，是因为乌云卡高哦。咱今日个影是啥物件？是因为内心世界无公平哦，是即个物件哦。但是了后，迄个乌云啊，渐渐飞，就是讲迄个乌云渐渐散了后，迄个光线落来，开始落了，咱大地就慢慢光起来。我的意思就是讲，今日咱虽然讲内心世界咧卡一层真大层的乌啊，无形这叫做相信。毋过呢，咱今日就听法，大家去听无。毋过呢，慢慢听，听到迄个魂，迄个品性，迄个习性，慢慢叫无去。了后当中，你家己慢慢就听惯，你听迄个时阵，你就欢喜啊。迄是安尼培养起来的物件。所以今日咱学校咱共同来面的如何行出咱家己啦，毋是别人哦，是你家己，你这片天，你是行上海阔天空，还是行上世界末日？你走上世界末日，还是走上海阔天空？你若听出着海阔天空，咱即句就解读；你若听到世界末日，安尼叫做轮回。咱就讲安尼尔，所以希望咱行出这片天，你要行出这片天内底当中内面有几种的这个原则，通咧讲为大家做一个研究。前言，生命价值是贵在反省，有了反省，才会当找到错误答案。生命价值，咱各位，咱有一了模拟宝珠，所以你贵土地遗产是哪讲出来讲？我有名师一科，久被陈岛封锁，今朝陈进公司照片300万头。迄图灵异传说就安尼讲，我有明珠一粒哦，我是夜明珠哦，各位，迄粒夜明珠，甲你现在坐这粒夜明珠，完全是不精不洁、不滴不湿，因为伊放出来光明，无输血，嘛无输一切物件。那叫做夜明珠，所以伫迄个当中，我常咧讲的，立佛教上伊当一句话咧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咱常听着对不对？毋过这个阿弥陀佛意思叫做哪？叫做无量光、无量寿。啊，什么叫做无量光、无量寿？迄个无量光就是你有一个无上无限的智慧，叫做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讲你有一个自信，永远袂生灭的物件，迄叫做无量寿。你有无有？伊有无有？有无有？是安咱今日世界活进去，因为就是咱来到这个世界，我甲恁做简单甲你做一个保证，恁迄个无量光、无量寿，迄个自信，迄个是无歹，无歹去。若歹去了后，恁要生活就困难。毋过呢，咱来到这个世界叫力量体，你这粒夜明珠外口去互啥物件包着？去互乌布甲包条咧，因为伊内底迄个光走袂出来。毋过迄个光嘛是乌布内底当中咧无量光无量寿。啊，这外口这个乌布叫做哪？叫做咱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哀乐欲，是咱的无明，咱的执着。咱的某种思想，
这定就是这个物件甲包掉的，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而咱妄想甲执着无法度通见到阿弥陀佛什么什么的，这是咱今日咱绝对的问题。毋过呢，咱今日知影就讲，我有生命价值，我有一个，咱毋通要去找别个叫做生命价值。我想讲一个简单的比喻，咱咧拜拢向无法咧拜，敢是安尼？咱有三更拜着你家己菩萨无？你有三更拜着你家己佛无？你拢认为别人叫做佛，你叫做众生，敢是安尼吼？咱要叫别人甲你保庇，啊，你家己毋该保庇。那我请问啦吼，你要叫别人甲你保庇，今日我都做了吼，啊，别人甲保庇，啊，你保庇我都袂了，安怎有可能？你若要家己去下饭来食，家己哦去下饭来食哦，我倒我就是了，对不对？是你家己保庇家己较啥，还是外口家己保庇哦袂了较啥？你真作寒的，啊你保庇我袂寒，是你家己领衫来穿，好袂寒，还是真正外口家己保庇袂寒？心最做较啥？因为你家己迄阵较啥，毋是外口咧做较啥。毋过咱人迷信就是迷信伫外口去。因为安怎讲？因为你较看外口迄个物件，你会变一个神话、就讲，哦，外口迄一定会得到安怎，那迄叫做妄想执着，敢是安尼？所以真甲假你查袂清楚，所以因此当中咱才轮回。我过去捌讲一个故事，伊讲池塘的主人呐，吼，是个池塘的主人。我这个池塘有一个出来的主人。迄足济迄个鸟啊吼，拢来咧甲食迄个哪食鱼啊，敢是安尼？拢甲食鱼啊。迄池塘的主人嘛，看鸟啊来，一只鱼要捅吼，心会疼咧，就参着进切啊，吼，切啊进拢黄金的稻穗。哦，迄个出发鸟啊吼，规阵落啊吼，跟滚啊八只过来，清清的规个组对切啊拢甲打落。迄枪啊，食到尾吼，一支啊，黄金稻穗都食到哪？一支过来，几百粒，要食到剩几粒啊？我叫你才足厉害呢。但是我请问，迄个咧种七个主人啊，种七个主人伊心会疼袂？我看大家嘛拢伫咧放炮，有阵时迄鸟无听着，拢惊着人，敢是安尼哦？哎呀，无法度，我无看，我都叫食了去，我就参照这个道理啊。啊，拢用着足侪方法啦，用着稻草人啦，还是放炮啦，还是去放烟火啦，拢咧赶鸟啊，敢是安尼吼？啊，我咧讲就是讲这池塘的主人，哦，啊，池塘的主人就是伊咧赶鸟啊，啊，赶鸟咧，总是一个人带当伊生活看嘛，为生命啦，吼，你看伊个细细事啊看，所以伊就做成稻草人，你听无？啊，就地天规个啊，啊，佫是乌面的目镜。哦，啊，就掠一支迄个竹筒咧，一支哪，一个拐啊嘛吼，过来赶鸟。啊，鸟啊看着，哦，迄有主人味啊，爱较小心着哦。迄有阵时啊吼，若无小心脚牵着吼，生命无了。哦，安尼，啊，但是看着会惊咧，当然嘛会惊。毋过一日啊，徛伫遐袂叮当，两日徛袂叮当，三日也袂叮当，四日也袂叮当。诶，鸟嘛真巧呢，你敢知影？伊有哪无讲呢？伊想是假啦，这毋真的。哦，所以这鸟飞来飞到迄稻草人的迄个坟顶，啊，徛讲假，迄个声音就甲迄鸟讲，这假，你了你来，这毋是真的啦。真正鸟足听话的，你敢知影？你跳的语言你跳咧，你听无咧？表面是真好，足大阵在咧，你甲食鱼啊。迄个出来主人嘛，我当然。上好啊，比人较假吼，啊叫识破，伊知影我即阵是假。伊即马迄个出来主人，伊就要换着伊本身来听有。迄顶骨咧三个伫咧，迄个目镜三个挂咧，迄稻草人三个穿咧，迄拐啊三个拄咧，大家呢？毋过咧，迄个鸟啊，伊嘛打开始嘛袂想迄是真诶假。伊嘛走来当中吼，那个捡日头啊尾来讲假，哇！稻草人就真激啊吼，这主人就真激啊，我互你而且看啥咧甲讲假吼，一顿一把鱼啊，搁来叫你食了。
伊等到伊无注意，总会把杀掉。我这是真诶啦，我这真诶，我袂假啦。安尼听有无？真诶甲假爱分得清楚啦。真诶甲假爱分。你有一个真诶，你毋通认真为假，你毋通徛尾安尼找尾，你毋通挂目镜咧找目镜。你甲你讲着生诶价值，你爱反省，你爱家己去内省。价值甲无价值，你爱知影。一世人过，毋是就煞。你要相信无？一世人过若煞，无因果。咱讲一世人过还袂煞，有因果。袂讲死就煞，死就煞。我若死会煞，无人要做好人，嘛无要做善人。敢是安尼？死也不要因果，死绝对袂煞。所以六道轮回内底当中，若有煞无六道轮回因果。咱来知影，所以贵在反省，你毋通甲你家己迄个模拟保持你家己迄个自信，你家己拖咧永远无法度人解决，这是一个咱做无智慧。有了反省，才当找到错误答案；有了反省，才当找到错误答案。咱的答案在一个所在，咱有反省了，咱有内省了。所以大学统计官员讲一句话讲：高其实。于心有于心，我逐日都咧反省我家己，真正众生的反省的能力不够，迄个力量不够。当圣人反省的力量足够，不离过不迁怒。咱来咧讲对不对？咱有离过无？咱有迁怒无？若要甲讲来说，我做袂到，我咧努力吼。有阵时真正拄着代志，真正控制家己袂好势呢。这是咱家己真正爱下功夫的物件。是安怎家己控制袂好势，就是你的力量无够，你的力量无够，你无法控制你。你纵容互欲无，你安怎要家己牵引？有影呢？今日足济走不归路，足济行不归路，到尾啊，上一句话讲，袂知啦，迄袂知你听无？立法院。立法院足侪审判，这有了无一个凯凯有无？迄个凯凯，迄个顾凯凯迄个保姆看无去倒去，因一个小孩判18年，刚顾一个囡仔哦，顾甲迄个囡仔死去哦，判无去倒去哦，无去倒去判18年，你知影无？伊讲无期徒刑啦，要放出来，要放假讲今仔日下当假释爱25年。做人来保护过25年，是安尼一件叫拍马死。因为你情绪控制袂好势啊，这个就袂使去共顾囡仔是啊。顾囡仔当中呢，因为囡仔咧好，情绪起来啪跌讲，无管来死啊袂死，一个囡仔拍马死。社会有原谅，因小孩仔无要承认，因小孩仔判18年，电视这物件拿出来，你拢看。但我请问你一句话。有反悔无？有悔过无？伊若讲我若像安尼当中，我嘛放甲过，你都我倒咧，代志出来当然放甲过。敢是？咱要找到咱家己错误的答案，咱来去反省。今日个问题伫倒出来，是安我人生有几个差情况？是安人生有几多一思维？是安我人生有做这体验？什么原因？恁有家己反省过无？是啊，我甲大家看袂好势，大家看我袂好势，我甲我媳妇袂好势，媳妇甲我袂好势，我甲囝袂好势，囝甲我袂好势，什么原因你有去找出来无？咱一句话，伊都不好啦，伊都无听话啦，你安怎弄伊尔？敢是拢别人毋对，家己拢无毋对，家己性命别人拢效应，敢是？人讲一句话啦，钱若无两个绝对袂谈啦，敢是安尼？所以今日咱学道，就是要反省，今日。如果你若有法当下离佛得离经光应该地方来讲，缘而应住，缘而相互其心。我要安怎去降服我家己迄种的控制袂了迄个心？当我的心要行起来时阵，要愤怒时起来时阵，我会当安落来，我会当安抚我这个心，唔通互我这个心念搁讲出来。艰苦呢，我无骗你呢。迄人圣人讲一句话啊，安怎讲？伊讲若一般顶的烦恼，眼见心乱，耳听心烦啦，目睭看到啦，心就乱啦；耳孔听着，心就烦啦。
啊，若目睭看到要讲骂啦，啊，耳仔听到就要讲理啦，安尼无，安尼你甲烦恼紧来无？我都无效，我意思我都袂爽，啊，伊紧做我嘛袂合。啊，紧困啊，困到10点外啦，啊，拢爬起来啦。阮过去啊，安尼，阮过去吼，若较半夜，阮大家阮媳妇就袂甲要害。这个媳妇吼，大家媳妇，什么媳妇大家啦，当时呢，阮妈在掠。啊，是死得个控制好个时候。即马吼，阮媳妇困到10点、12点，我拢毋敢讲了吼，怀孕。以前世界无小想，但是毋可能专业无。咱咧处理阮过去。阮过去，阮的媳妇，互阮的迄个，你讲阮婆婆安怎甲阿兄，安怎，我要用着过去阮婆婆迄个方式来对我的媳妇会通袂？无可能啦，不咱来转变。咱迄个过去的错误爱甲找出来，咱袂使动摇着过去的错误。啊，那你过得会快乐的，你过得会快乐，所以会当重新再当找着错误答案，人甲人。大家较幸福袂错诶，错无答案毋对。后生甲囝儿诶事情，后生甲诶时阵啊，爸爸妈妈袂错，错无答案毋对，你有找出来无？孙啊，甲你袂好势，错无答案毋对，你有找出来无？哦，你有找出来了，会当将对个错无答案去解。那安尼你过叫做哪？太平年的日子，你无烦恼，无忧虑。唔惊讲你囝袂甲你有效，唔惊你媳妇袂甲你有效，因为安怎你已经做了足好重要一个所在。啊，若安尼做甲遮好，你的大家媳妇会当来，你的囡仔、你的媳妇甲你的囝会当来安怎，这嘛是咱的命，敢是安尼？所以今日咱来知影，生命中有了情书，咱会当产生智慧，有了智慧，才当照顾一切痛苦，并学会包容与宽恕。这句话真重要。好，生命中有情绪，当咱拄着代志的当中，你有亲情无？你有思考一下无？还是看到了后吐就出来？就我讲我眼见心就乱，耳听心就坏。哦，这是一种因为足危险的物件。毋过你会当提醒起来，就讲眼不见心不乱，耳不听心不坏。我若目睭嘛去较看到，人会讲媳妇看10点外，啊是个时阵啊安尼，咧做工作咧看袂合，你看跑落来，出去，爸爸妈妈吵，困到过头嘛无紧，莫去甲看，心就袂乱，莫去甲听心就袂烦，这个就是细烦吼。毋过呢，这功夫也无够，功夫有够就眼见心不乱，耳听心不烦。目睭看到心袂乱，耳孔听到心袂烦。这哪真正功夫呢？情绪，你看到心就乱啦，有情绪无，代志就出来。因为咱一个人内心世界若开始在咧发挥，开发活动，你控制袂好势。伊愈想会愈去，愈想愈去，下尾一定就对安尼。啊，你若家己迄个情绪就讲我放下来，清净，我要上头脑的。哦，眼见心不乱，我看到我竟然不在意，你有看迄个境界，唔听见我竟然不在意，你不在意是个问题。这个情绪了后，会产生什么物啊？智慧走哪对不对？什么无智慧？色就是足爱管人，色就是爱命人，迄知识的色，咱你必须心意见着色，是叫做分别，色叫做分别。迄个分别，愈分别愈受气，愈分别愈满，愈分别愈失败。敢是安尼？迄个色就是你坐了后，就你有一个主观的意识伫恁内底，愈想愈去，愈想愈去，愈想愈去，这叫做色。非呢，毋是非会化作你清净。化见咱的智慧叫做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你看到的太阳照大地相，因为拢光明的，伊拢无黑暗的。你有迄个智慧无？这个一定爱起来。无起来了后，当中咱这世人过就会快乐，毋过后世人咱继续痛苦。所以有了智慧，才能照见一切痛苦。有智慧哦，无智慧。你这世人，我想讲，
拖西咧，永远都含你来袂好势，含你来袂好势，含你来袂好势。感谢呢，咱人无什么斗阵呢？咱人无什么斗阵呢？你有相信无？真正咧，咱人无什么斗阵呢？你含你斗阵了哦，有够啰嗦呢。你若袂含你啰嗦吼，就要出问题呢。所以伫即个内底，当叫伊走一切的痛苦，有地位，就照见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后边即句话呢，就是你会学会晓包容甲宽恕。咱有真经去包容别人，咱有真去原谅别人，咱有真去包容咱的囝儿事实，咱有真去包容咱的某囝儿。有阵时啊，即句话讲，我出见啥，有阵时我嘛蛮在来去讲，吼。即摆前时啊，既然我真正我较会当讲，前时吼，我讲完了，人讲着我家己。哦，变做我在来，比我较包容啦，这是事实啦，这是恁家己自己讲真实的话，因为这是恁家己的感觉来讲。那因为宽恕，因为包容甲宽恕。原谅人是信任，袂当原谅人是痛苦地人，敢是安尼？所以人生的过程内底当中，若真正学到若这物件有培养起来，这是因为咱伫这个社会中这环境讲面讲对白，你对你内心世界真正无成长呢。所以希望讲咱今日修办在内底当中啦，真正家己会当成长，咱好掠几点。他们各位大家做里面的啦，痛苦来自于我见，自我的看法，自我见，自我见啦吼。痛苦来自于自我，什么叫做自我？恁大家拢爱听我的，无听我的，我就袂欢喜。我讲的就是甚至都对，别人讲的拢唔对，安尼叫做自我啦。安尼敢听？你一个人若伫你的家庭要做皇帝。你这囝你的事无对，你要相信无？大家都爱听你的，无听你的，你就哪袂舒服，就要大声细声。若安尼这个家庭，叫做要家己做伙人，有真正相当的困难。所以咱学就是学啦，要拍破这个自我，这个自我，你福道里金刚经的这个10部分的内底当中，咱讲一句话，伊讲容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有处境不能听受，拍上就应该说。伊讲若假使众生有我见、有人见、有众生见、有受者见，即有处境不能听受，就应该说，这人听经，这听唔经。你佛道里经讲你来讲了，什么叫做我见？有自我家己个人看法，当然有意见，这叫做分别，这叫做二元对立法。有众生见，就讲众生的知见；有受者见，就是有执着的知见。有这人，安尼你来看咱一人有这物件是，这叫做哪？言邪见中当，烦恼因情。言邪。言因缘内底怎么不讲？见将来将言邪见相当。你伫因缘内底当中，你有一个邪见，迄种当地就业因内底，达做当应该股票，烦恼因性，后边说叫做烦恼因性。烦恼因性接下来，对有来自于我见，自我的看法太过于强烈。修道，要安怎互相同做包容？就我拄则讲，要安怎互相做包容？要安怎互相同做接受？真正会当咧，甲咱搁较做伙，搁较修行的人，这是咱一世人做福报做福报。敢是安尼吼？若真正一世人甲咱做伙人，是真正歹斗阵的。若含朋友含朋友会当无做伙无要紧啦。含某囝你敢会当无做伙？无做伙通叫离婚，这是做不赢的代志。但是，所以呢，
学到就是这物件。第一点是通过了属于自我的看法，不是某人使我烦恼，是我拿某人的言行来烦恼自己。这句话你听无？唔是什么人互我烦恼，恁会当我烦恼袂？恁袂当我烦恼，是因为是我摕着别人的言行来烦恼自己。我听着你讲的话，你做的代志我袂合，安尼敢听？别人讲的话，甲别人做，你袂合，有什么关系？唔管你就是去摕着别人的人咧讲的话，人咧行的代志来烦恼你家，人咧做业，甲你有什么关系？唔管咧，我来讲袂顺，听得到就袂爽快，你不能插话。人做出来你袂合，你人讲来用话，安尼叫做哪？安尼叫做天下本无事。后边句呢？庸人自扰之。本来无代志，你啊找别人来烦恼你家己，找别人来包你家己。安尼毋是叫做哪？安尼叫做揢石头家己，蹬家己骹啦。安听无？所以修学内底当中，第二大个就是讲，即种的物件，即味就含的一句话，也就是摕人一句话来修理家己。OK， 咱家己的看法，就是摕人的一句话啦，就是摕人的一句话来修理家己啦。有影？我听到就是说袂爽，听到就说袂好。但是你讲的是言语哦，你听的是心哦，你较严重的较严重。伊讲的是言语，是轻轻松松出的哦，你都烦恼一世啊，你要痛苦一世啊。敢是安尼？明明我都毋是安尼呢，偏偏讲我安尼。但是迄有个反正伊袂记啊。毋过你即句话已经是80年中的第七式，叫做潜意识的内底当中，你永远袂晓无要原谅即句话。食饭食袂落去，困也困袂去。为着即句话，为着即句话来咧修理家己，话。互什么人讲一杯尔，我过来叫拢袂分钱，是毋是修理家己？若无摕爱困了来食，若无摕安眠仔来食，我懂。安眠仔那是强迫你的神经，为着一句话来摕安眠仔来强迫你的神经，安尼有讲无？虽然是讲，但是你是选袂过，迄叫做无地位。所以呢，咱摕咧学道就是较下有地位。第二道位、第三道位，圣言文学到应重视自己内气的反应，关于这个理念、正确的理念，同啊归行于心。而这两段话来咧讲，这段话来结束这两段话。学到爱重视自己内心的反应，你内心的反应是平衡性的，还是你我当地是非？咱内心的反应，伊一句话我反应，我100分钟，我充欢喜，我听人讲舒服的。你这个反应安怎？叫做平衡性，时时刻刻用感恩的心面对着一切，你先有做到。唔管你咱若一句话，你内心的反应，就甲当作是世界路径，叫一句话哦，你当作世界路径。那安尼我请问。你内心的反应，这个反应，这个理念有正确无？你有正确了后，你才当相互提升。这叫做理念，什么叫做理念？你用道理、用平衡性质来做你的念，袂使着用你的杂念、用你的对立的念来咧限制你家己，迄无可能。所以当时。苏华地，伊佛道迄个时阵，佛道的时阵，苏华地安讲，世尊若有善人助善如理，发阿弥陀佛三法三菩提心，温和应诸温和行医心。好，伊就在问这两问：温和要安怎当行医心？要安怎当行医心？这两问题。有一个人讲，伊讲苏华地。你已经在听无为说，你已经在听，你要用真心的心来听，听会入心，
就有贤人自贤如理发阿妙得了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诸，应如是行无异心。什么叫做如是？迄个如是就是讲理念，理就是讲自性，用自性来做力量，用真我来做力量，用智慧来做力量，安听无？唔通用知识来做力量，应如是行无异心。成佛一如无该是，佛都甲你讲足清楚。但是你听去无去，我就唔知。所以咧，咱建议若安尼当中，你同学会当，你个起心动念，就转入平等性理。平等性理伫金刚经23分，伊就甲你讲啊，是法平等不有高下。这名阿妙道三藐三菩提，伊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是我哋一切善法，即非一切善法，是名一切善法，伊就甲你讲了。如果若安尼，当中平等无高啊，这是哪？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正觉，无上的不分，正等同菩萨，正觉同阿罗汉。你是会当证着阿罗汉，会当证着菩萨，会当证着佛。你若当用如是，应如是吼，是即名阿妙道三藐三菩提。但是伊爱有前提时下，爱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但咱修这善法。今日咱学大善法门，就是真正要通彻咱的心。咱毋是要信仰，咱毋是要讲动动唱，咱毋是要言讲对白。一般地处内底当中，就是真正要来说佛，要来说菩萨，伊的意境就是安尼。所以呢，而且内底当中，圣人大来讲，圣人们心中充满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永远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伊圣人甲你讲哦，伊讲心中啦。这个杯啊吼，真甜甜啊，甜甜你听无？敢要倒落来？倒袂落啦吼，啉一挂来啦。咱来就倒落来呗。对啦吼。啊，咱的心是毋是参照这个杯啊，怎啊地方嘛？人咧讲，啊，我捌的啦，我听足济啊啦，你免讲足济啦，咱是毋是拢这个心理？所以甲你讲你心中装满自己的看法与想法，就参照这个杯啊地方嘛，倒落来。咱若咧甲你讲，咱自闭的时阵，咱就大声讲啊，你莫讲这啦，你讲这大道理我拢捌啦，我听袂入去啦，咱就甲你讲咧。你倒袂落来，倒是要创啊？这是家己叫做自我，叫做自我，这叫做自我，这叫做自我。这自我来解释就叫做我执，我执。我家己是为我家己看法，叫做实践，我实践。我家己执着的看法，叫做我执见。这两个道理你要看到，但这款人的叫做大，我不骗你。咱头发开就了解这个道理。如果咱有这种的心态，咱来去转，无去转，要甲你做个人情况好，嘛无人无要甲你讲话安尼。所以你再来讲，永远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我拄则咧讲，我过去我发现一个，是啥物人我拢讲。你若甲讲一句来讲咧十话，伊绝对袂认同你讲的话。你反正讲较好的道理互听，伊绝对袂甲你认同。甚至啊，你烧钱，甲你拖1点钟、2点钟、3点钟，你无去洗个拜啊。但是这个人到尾也无朋友。我无骗你哦，我这是讲真正话哦。但我袂使讲啥物人啊。到底嘛无朋友，到底无朋友。上个毋知影解即概念，因为这个逻辑的物件太艰苦，伊永远袂当听到人的声音。咱若甲讲，伊就是一直咧转，一直咧转，一直咧转，叫做我之见。所以呢，伊永远就是无人要甲做伙，听袂到别人的声音。有影无？恁大家体认。所以咱甲你讲，在生命中，五戒三界彼岸，心误解最悲，心解最痛，谅解最快乐，化解才有智慧。这几世几人比较恶的，拄着问题，你生命中当五戒有彼岸的问，这
误会啦，这是因为误会咧造成大家咧做者心肝，心有千结。你看你暗有心肝无？你看你太太有心肝无？你看你囝有心肝无？哦，你看你孙有心肝无？哦，我这个吼，暗这孙拢有心肝，伊经去了2000克的，我就心肝，心做反应，阿妈过来啊，都要起起来。阿妈听孙啊，对不对吼？所以呢，伊阿妈就这个，阿妈就起起反应。所以物解这个，心解这个，心肝隔条的，迄一粒冰啦吼，迄个冰啦隔条的，迄个虽然水哦，水是双两个物件，哦，水会当化开足侪物件哦，会当互咱啉哦，会当互咱饮烧水哦，咱会当泡茶哦，咱出会当咱冲白水哦，但是结成迄个冰了后，迄水有路啉无？冲白水袂冲水，泡茶袂泡茶，啉茶袂啉茶。拢总袂做结掉，安尼听有意思无？听好无？你的心就参到水真软化，会当做足侪代志，会当往足侪代志，会当离咧足侪救心。离这个心票割掉了后，什么物件袂通？看迄个袂合，看迄个袂合，看迄个袂合。你的功能哪无？你的功能巧无？安听无？所以变成一个吃愈老愈孤独，吃愈老愈孤单，变成咱孤单老老，变成家己执着了，执着愈重啊。这物件这人爱化解这，溶解是化解到地狱，溶解就是生的这个冰，咧融化，这个冰肯定融化。你这个心有融化，你哪有救？这个心若无，这个冰若无融化，这个冰无救。我无骗你，因为你个离啊就袂用钱，融化了后，因为咱做这个代志拢做袂当解决。那是讲百川汇海同一位，百鸟归山无二色。所以这个内底当中呢，两解，就是咱今日修学过，有智慧，化解上个屁，有了解到化解，无了解就找化解，安听无？你要谅解，你要化解，一定要谅解。你先回来，我见我完了，迄个解就化解了。你这个无完了，这个化解无到，这个地位走袂出来，啊，这是地上，啊，这是地上哦。你讲永远都快乐吗？你永远都快乐。一世人，你叫做你一世人在做痛苦的努力，痛苦的努力，你无一日有好天，你大概就是无好天。所以迄内底当中，这几点当中背来，这是免的。都是由心学的，亦是由心累积的；讲是由心修的，或是由心经作的，再是由心忘为的。所有点完全拢是这几点，都是由心学的。你了解得了，你无去学习，你也了解得了。心理知识、学理知识、分理知识，其实拢有的，大约是拢学了。因为咱今日了解道是体。我要安怎了解无解，要了解心解，要安怎听到别人的声音，因为我一定爱了解道。所以你若当把道传去的家庭，顶完讲的这种解决掉的。你若把主管倒伊个家庭，这拢总无用，伊拢通过。所以咱道是由心学的，亦是由心累积的。各位，咱今日修学道。知功累德，积功累德，积功累德。是安怎咱来开这个班？是安怎咱来成完山了完？是安怎咱来成完山做功德？咱来成完山做这个？因为你今日对心开始累积，开始做，伫你的心的内心的世界内底当中，你就开始有福报，开始有德性。你有德性，你会当。感召就作者啊！哦，你感召就作者，你无德性，作者人袂甲你行。所以呢，讲是由心修的，所以要有功，就心修；福是由心经作的，
心地不足无明错，甲观众对话。再是忧心梦，迄个在家己对咱的心，所有拢当伫心内。这句话大家甲你讲，